第3课，伫山路上发现客家。还记得今日下晝頭，阿伯帶我去樓山上的老屋，就按樣，我伫山路上發現客家。山路口有棟大頭的油桐樹，一批一批的葉子青離離的，面向是一球一球白色色的油桐花，青色同白色對比真打眼。微風吹過來，發出親切的聲響，桐花在空中聽得樂曲樣的風聲，舞出將奶奶的身影。阿伯講，爭幾年的無轉來，蘆筍的芒花，山中的野豆，生到比人還較高。柳台未生到滿色標，頭擺有幾下白沙人，當日的也出出入入，上上下下，有半條草就本人踏到青青，哪有可能看到野草柳台呢？看到兩片色的三排綠筍，滿山的竹的，我問，讓我有按到竹的呢？客家人在三排無啦，關係種豆竹的，頭擺乃轉木的門壁，蟲的圍籬，都愛用到竹的，學竹的竹籃。沒看得到竹的，難怪客人的屋背屋筍接上會中意兩排竹的。係啊，竹的做得地方，古所的田口茶葉筍頭，天窗會有竹的，一來好遮風，二來做夾架。阿伯又講，從出世到老，竹的同客人都有關係。我愛對出世開始，隨地竹邊搖籃地度。細人的唔怪，愛食竹手板。後生人開擔，愛用米籮、菜籃同擔桿。老人家坐嘅竹椅凳呢，出山用嘅長鏈竹篙，竹嘅偏愛到一生年。對竹嘅利用，做得看出頭擺客家係山嘅族群。第三那成分，認識山度植物同動物嘅身體，發展出同自然共下生存的智慧。竹園、山田、碧塘、老屋、同樹林、雕畫、花草，規片呢看起來恬靜又和諧。也是今日我喺山路上發現嘅講講客家。